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已经进入到11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时间真的很快，一瞬间我们已经准备要到年底。我们在今天不光是代降节的第一个主日，同时也是我们淡水教会1年1度的感恩节。很多的人都会问，为什么身为一个欧美系统的宗教，一定要有感恩节？特别现在很多的人有很多的批判，会提到感恩节是一个屠杀印第安人的日子，所以甚至也有的人主张教会不应该用感恩节。但是在淡水教会，我们在感恩节的这一天，我们定性的是我们这一座的礼拜堂，在1933年的11月29号来落成。我们也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属于淡水教会的感恩节，都能够时时刻刻来纪念上帝的恩典。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姐妹詹淑珍姐妹在昨天来布置我们台前，有用最自然的植物跟蔬果来作为感恩节的呈现。我们也用掌声来谢谢詹淑珍姐妹。感谢主，也希望我们透过这样的感恩，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感恩圣诞节。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我们相信，当我们淡水教会在每一年的11月底聚集在上帝的面前来做感恩的动作，这是一个属于我们淡水教会的日子。因为在1933年的今天，我们进行了淡水礼拜堂的献堂感恩礼拜，也让我们一直到今天此时此刻，我们依然的在这个空间，在历史的重叠里面来想起上帝的恩典。天父上帝，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也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愿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打开我们的心，把主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刚刚看见我们的主日学的小朋友来点燃我们台前的第一根紫色的蜡烛。我想我们在整个圣诞节的布置当中，除了蜡烛是紫色的，然后节期布是紫色的，这一些都是象征悔改的重要。我想在教会节期里面，我们印象很深刻，有复活节，也有圣诞节。可是我们同时也有感恩节。对华人的文化来讲，在特别的日子有特别的意义。在特别的日子，我们在今天一起数算，一起来思考，到底谁是我们的赏赐跟给予。简单来讲，我们也是透过今天同时有感恩节，来一起透过感恩，用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金句。我们今天的金句有台语跟华语，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念。好，请音控室的同工帮我把它调过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金句。好，来，
台语的我们念2次，好，华语的我们念2次，好，台语咱先来读3来。咱若尽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虽除咱拢总的不义。好，搁一遍来。咱若尽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虽除咱拢总的不义。好，以上。那我们一起来看华语，红色的字体。好，华语的我们一起来念2次。3请。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他是信实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犯的各种过错。再一次，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他是信实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犯的各种过错。我想在约翰1书1章9节的经文来成为我们今天礼拜的一个焦点。我想我们今天要分2个层面来一起跟大家做信息的分享。在感恩节，我们实在不忘记在这1年来上帝对我们的保守跟眷佑。2020年其实有好多的人事物让我们感到惊慌失措，甚至要去面临生离死别。我相信在我们的外部环境，我们经历到武汉肺炎的影响，或者是国际社会的纷扰，甚至在我们的内部有亲朋好友的离开。坦白讲，这1个年我们过得好折磨，好难过，好挫折。但是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当中，我们淬炼出的信仰是最坚定且是最美妙，因为我们真实的感受到信仰在人生中的支持跟力量。我想我们回到上半年，今年的上半年，很多的弟兄姐妹依然的非常深刻。全台湾都在武汉肺炎的笼罩之下，许多的教会甚至因此来暂停礼拜。我们不但执行政府的要求，还让我们礼拜和聚会不间断。虽然我们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有少数的人对教会防疫有指教和批评，可是我更喜乐，有许多的人开始学习感谢上帝。我们看上一张图，我们在守圣餐，我们可以用2合1的圣餐杯。有的教会甚至1年下来，他们一直到下半年才守圣餐，才能跟与主同桌。我们再看下一章，我相信我们的教会都印象很深刻。我们感谢我们的青少年团契，在每一个主日来服务我们，提醒我们要挂口罩，要用酒精洗手，然后还要贴贴纸。我们看见我们的同工来量体温，来喷酒精，甚至我们来看下一章，我们因为因应礼拜空间室内100人的需要，我们的礼拜堂可以第1场礼拜跟第2场礼拜用不同颜色的纸卡来区别出来，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我相信这一些都在我们今年的记忆当中，大家都印象非常的深刻。当我们回头再来看的时候，就像刚刚开始牧师提到的，我们不得不感谢上帝给我们的祖先
当初在盖这一座礼拜堂的时候是多么的有智慧跟远见，那么多的窗户，那么宽敞的空间，让我们的教会礼拜没有停止。我想透过这些感谢，更让我们在今年的每一天过得有意义。从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实况来省思，我们真的只有从内心来赞叹，信靠耶稣基督是何其的甘甜。不管是我们刚刚讲的苦难，或者是灾难，我们实在都看见上帝的保守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上帝的保守，让我们纵使有苦难和灾难，我们依然有平安。尤其这几个礼拜，特别是礼拜五，我们看见每天下午2点，中央疾病管制局指挥中心的报告当中，在礼拜五新增病例已经到14人，好像我们的环境充满着危险跟挑战。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台湾从5月10号一直到现在为止，超过200天的时间，我们的死亡人数一直停留在7。我想回到信仰来看，平安的台湾，不就是见证上帝的照顾跟引导吗？我想之所以我们感谢，是要承认上帝的大能的作为。我们之所以感恩，是我们相信要把荣耀归给上帝。特别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也要引以为戒，就像保罗对我们的教导。保罗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不要发怨言，因为口出怨言会被执行毁灭的天使杀掉。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有一个感恩的生活？就是我们透过感恩来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更加连结，更加的明确。当我们用感恩的心进入到代降节的时候，我想在教会的年历里面，我们已经准备要进入到教会的新年。所谓的教会新年，就是从12月开始，也就是从代降节开始。所以我们看今天的 PowerPoint 里面，我想每一年牧师还是一样的来跟各位分享。我们按照普世教会的节期，当我们点燃第一根蜡烛的时候，是期待跟希望；第2根紫色的蜡烛是准备跟信心；第3根是粉红色的蜡烛，是宣布和喜乐。接下来，另外1根紫色的蜡烛是启示跟上帝的爱。中间这一支白色的蜡烛所代表的是救主降生。我想我们当点燃每一根蜡烛的时候，教会都会有不一样的主题来作为我们的提醒，也是让我们重新去思考，如何在耶稣基督降生的同时，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来预备。我们今天要一起透过以赛亚书和马可福音，要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勉励。我想刚刚玉林长老所带我们攻读的以赛亚书64章1到9节，64章在整个以赛亚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因为从56章到66章。这个叫做第3以赛亚。在旧约的神学里面，其实在56章到66章的以赛亚书的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的这个团体，
当他们被掳，从巴比伦，然后到波斯，然后进一步回到自己的土地，开始重新建国，开始重新要盖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回来的处境跟当初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所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上帝开始有怀疑。那先知的角色就是要在这个当中来鼓励百姓要有希望。所以我要邀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或者是看你的手机的圣经的版面，在第8节，64章的第8节，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对上帝的观念，在第8节让我们看见，他们把上帝看为是父亲。所以以赛亚在这边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所以在马太福音耶稣在主导文一开始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就是透过这个观念继续延伸下去。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是我们的父这样的一个教导，其实也是在提醒以色列百姓，我们是被造的，上帝是创造的，所以一个创造的上帝透过他的爱来成为我们的帮助跟鼓励。简单来讲，今天的经文不管是以赛亚书、马可福音，都是在告诉我们关于拯救。可是那个拯救透过今天第8节的经文，你是我们的父，再一次来让以色列百姓知道，当初带他们出埃及的这个上帝是耶和华，这个上帝是来帮助他们在拯救的当中看见上帝有新的创造，所以让以色列百姓能够有新的开始。所以第8节的经文，我们要去连接到以赛亚书64章的第4节。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这样的一个经文，其实也是再一次让以色列百姓重新去认识跟明白。10诫的第1诫告诉我们什么？10诫的第1诫告诉我们，除我以外，不能有其他的上帝。先知的责任来唤起以色列百姓，你需要重新在你的信仰找到真实的归属，让你的信仰能够再一次跟你的祖先能够连接起来，去承认、去告白，耶和华上帝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进入到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我们会看见马可福音的记载告诉我们，提到等待真正的终末。经文的内容里面告诉我们，耶稣用无花果来做比喻，来提醒信徒耶路撒冷陷落的记号。因为我们只要知道耶稣即将再临，可是我们却不晓得什么时间耶稣会出现。所以马可福音的经文在告诉耶稣的教导当中，在提醒要警醒等候。可是马可福音的经文里面，其实也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再来的好消息，是要让百姓的罪能够惩罚临到耶路撒冷。因为上帝的怜悯，所以惩罚即将过去，拯救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到来。可是到底拯救什么时候会到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没有告诉我们几年几月几日。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圣经在告诉我们哪一个日子，不单单是上帝的拯救，更重要的是在前面还有一个上帝的审判。因为透过上帝的审判来洗净百姓的罪，所以让百姓能够因为
上帝的审判，能够悔改来领受上帝的拯救。所以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或者是在新约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在等候的那个弥赛亚，是能够帮助他们能够从罪恶的当中来拯救出。我想这两段的经文来成为我们在代降节第一主日期待跟希望的信息的时候，其实让我们可以知道，在圣诞节期我们应该要预备心，甚至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耶稣基督的降生。我想希望期待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来省思，我们来对话。我们从2008年开始，台湾开始仿效日本，很喜欢在每一年的大概这个时候来选一个代表字。这样的新闻或多或少都会反映出我们现在的社会的气氛跟整个社会的实况，或多或少都能够看见社会百姓内心的想法。可是如果我们从泡沫里面来看，从2008年到去年，每一年的字都非常的负面，都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其实好多的人都很困难。我们必须承认，特别在经济上，好多的人都遇到了挑战。在今年，我常常会接到会友的简讯，会友都很客气、很不好意思的告诉我说：“牧师，我要跟你请一段时间的假。”追问下去才知道，会友在原先的工作上被裁员，只好无奈再去找另外一份工作。所以在工作的不稳定当中，影响主日上礼拜的时间。听会友的分享，隐隐约约会听见这些会友其实充满着失望，无奈的当中充满着失望。我想，如果我们从心理学来看失望这个字，什么叫做失望？失望是一种情绪的反应，来自于压力。回到信仰来讲，失望是一种消极跟忧郁，所以对生命不会有正面的帮助跟影响。可是我常常在想，我做一个牧师，当会友告诉我失业了，我该怎么样鼓励他？怎么样让会友能够在失望的当中能够找到盼望？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可是，在跟会友的对话当中，我们始终来提醒会友，从失望转到希望，那一个关键必须要有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恩典跟真理。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信仰对我们的帮助有多么的大。因为我们不是在失望、消极、忧郁的当中生活，而是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充满着期待跟希望。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喜乐，来远离埋怨和仇恨。
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关于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期待跟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在台湾的民间宗教的观念，只要去亲近神明，只要到寺庙去看神明的时候，总是抱着一个心态说：神明，你要给我福禄寿。所以或多或少，我们对耶稣也是有类似这样的想法，认为只要耶稣你帮助我克服我现实的生活，那我就信仰你。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因为这个样子，把耶稣视同为功能性的认识，只要他有保佑我，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必须讲，我们的信仰太多的时候是骑驴找马，用投机的心态满足我们的期待跟希望。昨天晚上有一个见证让我很感动，我不得不说，耶稣基督你真伟大，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期待跟希望。这个见证发生在屏东大鹏湾，这一间教会的牧师也是我神学院的学姐。这一间教会在大鹏湾一个非常资源有限的一个乡村里面。这个牧师在昨天晚上，他在网络上来讲到他的见证。他提到说，他刚到大鹏湾教会牧会的时候，社区的孩子非常的奇怪。突然有一次听到一个对话说，有一个女孩很惊慌，因为她的同学闻得到她身上的味道，她闻得到她身上的味道是毒品。那这个女孩子就问她同学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是毒品？”因为这个女孩说：“因为我家也是这个味道。”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象说，那一个社区是多么的充满着这个负面或者是一个罪恶的一个地方。所以教会在社区里面来成为一个盼望的记号。当教会联络社工到这个家庭去的时候，发现这个家庭有3个姐妹，父母亲吸毒，爸爸对妈妈家暴，甚至把妈妈绑在床上泼硫酸。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看见孩子的生活，亲眼目睹父母亲被毒品折磨，然后他们就抛弃读书去跳八家将。因为跳八家将有什么？有钱，他们拿着钱可以去享乐。所以这一个牧师他来形容说，在他们的社区里面是被黑暗笼罩的地方。可是这一间教会透过跟某一个基金会的合作，慢慢的让这个社区能够有光明进入，慢慢的让这个社区能够有远离毒品的机会，甚至把这些孩子送到正常的环境读书。10几年过去了，这3个姐妹回到教会来当义工，甚至来告诉牧师，他们知道接下来怎么样帮助跟他们一样的家庭。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这样的一个见证让人家听了会觉得很感动，因为教会是盼望的记号。
教会所带给这个家庭的转变是一个生命的转变。进一步来讲，当我们在问我们自己说，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有什么期待跟盼望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倒不如去换个角度去看，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回应，就是他要把我们从罪恶的当中拯救出来，带给我们有释放，带给我们自由，让我们的人生有新的开始。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像信仰告白讲的，成为盼望的记号，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都能够得到期待跟希望。我们不活在那一种失望、消极的观念当中，我们不口出恶言，我们也不口出埋怨，因为我们的感恩因着耶稣而有意义，我们的期待跟希望因着耶稣而不会落空。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最后牧师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一起来看这首诗歌，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用这首诗歌，在祷告的当中，我们来数算上帝的恩典，也透过这首诗歌，让我们能够用期待跟希望来连接在基督耶稣的降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连续来唱2次。哈利路亚。我们邀请圣灵在此时此刻来拥抱我们。我们在礼拜的当中，安静几分钟的时间，好好的来默想，来数算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在这1年来，你经历到上帝怎么样爱你？在这1年来，上帝是怎么样爱你的？我们在我们的静默当中，好好的数算，也好好的跟圣神来连结，让更多的恩典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当耶稣基督要降生前，我们点燃第一根蜡烛的时候，我们求上帝来回应我们的期待跟希望。我们求上帝继续的爱我们，我们求上帝不要对我们来遮盖他的脸，不要对我们掩面。求上帝的光一直光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引导我们走出死荫的幽谷。我们求上帝来与我们同在。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对阮的祝福，互阮对年头到年尾，上帝你对阮的保守，就那亲像诗人伫诗篇121篇的见证同款，是对即时直到永远，是代代无尽，互阮时大时细，拢会当得到主的照顾。天父上帝，阮也求你来继续加做阮的帮助，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明日将如何，只有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的生命掌权，只有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的前面来成为我们的恩典跟真理的时候，我们的一切才充满着意义。愿上帝来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淡水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上帝，也真实的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来得到圣灵的充满。恳求上帝教阮三个同在，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满有快乐、满有恩典，继续伫每一天为主做见证。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